我叫蕭麗芳，咁今年咧啱啱讀完香港大學嘅中國發展研究呢一個碩士課程啦。咁其實細個開始都好中意中國嘅文化啦。咁由中四開始就讀中國文學嘅。咁自己參加詩遊記啦。咁就係想試下真正行下詩人嘅路。咁就唔想話淨係喺文字上面同詩人做朋友啦，都好想從佢嘅文字啊，睇下同自己嘅想像啊，或者我真係去到嗰個地方啦，咁有啲咩唔同嘅感受，都希望喺呢個旅程裡面得到嘅。我叫 Louis， 我喺香港理工大學設計系畢業嘅。我覺得詩句或者係啲文學嘢，全部都係一啲好靚意境嘅嘢嚟嘅。我讀 design 嘅，我都好希望去睇下呢啲詩人走過嘅地方有幾靚，所以我好期待今次杜甫嘅旅程。杜甫用咗59年時間行勻半個中國，一啲都唔簡單。今次上路嘅兩位學生性格背景完全唔同，不過由呢一刻開始，佢哋將會一齊去經歷杜甫嘅足跡，體驗一次畢生難忘嘅旅程。